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anny 師傅。呢一堂咧，我就同大家講係一個左勾拳勾拳嘅要點啊。咁咧，我哋先擺翻好拳裝我先示範俾大家睇下先。好啦，勾拳咧，佢要留意嘅時候咧，出拳嗰陣時咧，嗰個手部拎起，手踭要抬起拳踭同埋個肩成一個水平線，拳頭成一個平拳嘅狀態。跟住咧拎起嘅時候轉腰擊出，收翻嚟。記住轉腰擊出嘅時候，手唔好垂低，手要成一個水平線翻去保護原本個裝嗰個位置。咁同一樣啦，勾拳打出嘅時候，另一隻手要保護個頭部同埋個肋骨嘅位置，手唔可以垂低好，另一個角度俾大家睇。